準備開始。首先第一場大戰，機械人大戰。輕鬆打贏，唔使一彈一。第二步，戰鬥繼續。呢場大戰，兵打兵，準備開始。哇！擊敗咗個兵啊！又嚟一個，直接開爆！爆炸咗啦！一舉兩得就係搞掂，贏咗爆咗。你做咩過嚟啊？輕鬆打，等陣而家都係輕鬆打死。冇得。Game over， 繼續對峙，前度準備開始入惡戰，但係啱啱有人跌咗街，唔好意思。咩事啊？唔會打爛咗玻璃啊？搞掂 game over， 得。搞掂，再繼續對戰，開始。暫停一陣，上陣上落打到。Game over， 極有禮貌處理方法，極有家教。繼續對戰，
搞掂打得贏，輕鬆肉對峙，得返個兵，然後我將呢啲兵士退返先，砰！一槍搞掂，呢場對戰完結，拜拜。